我自高中开始拍木心，心一个袂歹。遐个时阵吼，大家拢甲我当作是木心队的希望。后来，我伫一场重要的比赛前几工出车祸受伤，最后我只有退赛看别人拍。遐个时阵我真毋甘愿，我感觉全世界人都咧甲我作对，逐工毋知咧创啥，因为找我去做兄弟，我就去啊。对我来讲无差。起来！好，听过别人真正有遐尼重要吗？重要甲性命拢会使袂？歹势啊！我头一摆甲人讲遮济啦。会当做你第一位听众，是我的运气。